这经接2026年，有真侪民众呢，会是去到东部，也是讲山顶来看第一道日头光。伫咧屏东满洲的嘉乐水，也阁有垦丁的龙环公园，受大镇人真早就来咧等啊。透早6点外，总算是等到日头。也毋过伫咧家己的阿里山就无遮好下啊，这是因为云伤高，日出看无，互游客是感觉真可惜。 日头渐渐浮出来，昏层之间，热热看到微光。屏东县府初一伫满洲嘉乐水举办肉抹光走标活动，真侪参加民众半暝就到现场等待，伫大约透早6点40分迎接元旦的肉抹光。去年没有曙光，没有，今年天气也很好啊。除了嘉乐水，垦丁的龙环公园，伫半暝也有大阵的游客等待肉抹光。原底应该6点34分出现的肉抹光，因为海平面的昏层上高慢10分钟，不过游客游玩兴趣起，摕乐器拿演奏拿唱歌。超级感动的啦，很兴奋吗？人生第一次啊，可以跟高中同学们一起骑车来这边，非常的开心。而且听说这个是5年以来最好的。屏东垦丁甲嘉乐水沿海游客顺利迎接2026年第一座肉抹光。不过，同款是看肉抹光的热门景点，家己阿里山就无遮幸运，透早昏层上高，啥都看无。很早就出门来了，然后。那个火车票没有买到，要走路走得很久，来这里也没有看到日出。人生是这样子，你不管拿到什么剧本，碰到什么情况，那你该做你的事就把它做好。就像太阳，虽然我们看不见，但是它实际上有上来。看袂到日出是真可惜，不过大家有缘互相祝新年快乐，因为就算无看到肉抹光，一旦甲亲人朋友做伙度过2026年的头一天，这也是一种简单的幸福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